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和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
咱同心来祈祷，即成个杯，阮欢喜感谢。虽然阮身体肉体无直接做伙，毋过阮的心结连做伙来做礼拜，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你、亲近你。阿爸爸，阮受到这个中国肺炎的威胁，已经4个多月啊。阮常常心有压力，常常伫即款的情形下面，阮的带有足侪的防护的措施。求你赏赐对天来的平安伫阮的心内，互阮虽然会惊吓，毋过来经验对你来的平安，无受到这个环境的阻碍，无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求你赏赐阮这个平安，互阮照常起工过日子，照常实行阮对你对这个世界的疼。阮即时要同心祈祷，用主耶稣教示阮的主祷文。阮伫天灵的杯，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第二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日赐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今日的经文是来到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1节。我实实甲恁讲，入羊巢，无对迄个门，来对别个所在搬过下，是贼是强盗。对门入个是羊的牧者，过门呢，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对名叫家己的羊带引出，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就做头行，羊也缀伊，因为认得伊的声。决断无缀生份人，就是闪避伊，因为袂认得生份人的声。耶稣用这个比喻讲，互因甲因讲，因毋知伊所甲因讲的是啥物，所以耶稣佮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巢的门。既若大先我来的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因，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个，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贼来，毋是爱偷、爱刣、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我，搁有丰盛。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咱要来亲近上帝，为正节，咱先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灵的杯，虽然是伫武汉肺炎的威胁下面，阮悠然欢喜，自己伫你的面前，无论阮即马身伫啥物所在，阮的身躯伫啥物所在，我要来亲近你的话，求你亲身教示你的圣神帮助，互阮明白你的话，嘛赏赐阮气力，将阮所明白的行做出来，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下面拢请你来亲身教示，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过下这平安，咱今日的经文来到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11节。耶稣讲羊巢的比喻，一开始耶稣就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实实甲恁讲。和本的翻译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会发现讲，实实还是讲实实在在，讲两解是安怎重复因为这个在希腊文
这个食，这个食就是阿门的意思，就是阿门之意。吼，啊，伫希腊文以阿门讲两解，这是耶稣的起手式。吼，耶稣常常要讲正经还是严重的话，伊拢会讲安尼：阿门，阿门，Lego humin。哦，这希腊文的意思。哦，阿门，阿门，讲两解。啊 ，Lego 就是讲的意思，讲说 Lego。这个 Lego 的拼法，跟咱乐高游戏同款哦。LOGO 哈 Lego 啊 LEGO 哈 Lego human 就是你们哈，是你们的复数诶受格哈，所以耶稣这句是他的常定来讲的哈，阿门阿门 Lego human。希腊文这趣味的所在，甲其实希伯来文嘛同款哈，就是常常一句话哈，一个句子哈，无需要甲主词下出来。像咱汉字，咱来讲，我实甲恁讲，迄个我就是主词来讲。啊，毋过希腊文甲希伯来文毋免吼，因为伊个动词吼，看会出来是上讲的。伫遮 Lego 吼，希腊文 Lego 是原形的动词，这是第一人称。你若第一人称我，你得用 Lego。啊，若是第二人称你讲，就毋是 Lego 啊，哦。Lego 嘛是什么？另外一个字尾哈，所以你前面拿动词加 Lego 就表示是我讲的哈，我是甲恁讲哦，所以迄个我煞毋免写哦，所以这句话耶稣常常讲这句，咱学起来，耶稣常常讲的，阿门阿门 Lego human 哈，阿门阿门 Lego human，就是讲我是甲恁讲啊，讲啥物话？耶稣才讲羊入条吼。如果羊进入羊圈，羊入条，无对迄个门，若毋是对门入来，好是对别个所在搬过来，好翻墙过来的，搬过来。伊讲吼，迄是贼，是强盗，好对门入来是羊的牧者，好啊过门呢会甲羊的牧者开，会互迄个羊的牧者入来。啊，即马羊若听见牧者的声，就缀迄个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出去，吼，伊就出去啊。就是讲，这牧者是会甲羊仔号名的吼。伊叫这羊仔是听有啊，这是我的牧者的声，伊就会缀这个牧者出去。哦，啊，毋过你若是生分人，你若是贼，你若是强盗吼。伊这羊仔是袂入你因的声，吼，就袂闪避伊，吼，会闪躲，吼，因为袂认得身份人的声，啊，不认得。圣经讲吼，耶稣用这个比喻甲因讲，啊，佮因听无。这条经文是记载伫对吼，这条经文头前是记载伫耶稣互一个出生吼的痴迷的人。啊，伊的目睭阁直直看见，啊，结果呢，遐法利赛人吼就开始咧冤家讲，哦，这个是假的先知啦，这个是罪人啊，吼，啊，毋过另外一支人是讲，啊，伊若是罪人，伊较有法度互迄个痴迷的人目睭直直看见，吼，伫遐咧吵，吼吵，吼，啊，即马耶稣就讲吼，恁遮的法利赛人吼，恁吼，恁讲。恁若痴迷就无罪，但吼，恁讲恁有看见，就恁定罪恁家己啊！吼，就是耶稣咧讲遮个法利赛人吼，恁吼痴迷的人，佮知影我是耶稣吼，是耶稣基督。恁若痴迷吼，你佮无要紧；恁无痴迷，你佮毋认捌我吼，还来污蔑我吼。啊，较接煞遮耶稣讲的比喻，就是甲因讲的吼，所以讲。耶稣遮讲这个比喻，伊听无啦，哦，听无，耶稣就继续佫讲，我实甲恁讲，佫一解吼，我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耶稣讲，我就是羊条的门，吼，入羊条，无对迄个门，他都讲的是因吼，伊讲我是门，吼，啊，若有对我入的要得到救，啊，出入要有草料，吼，即马吼到11节上尾，耶稣佫讲。我就是好的牧者，
好诶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走要个高，什么意思？头前耶稣讲我是油条诶门，伊强调讲无对门进即个油条诶是贼是强盗，对即个门入来较是羊诶牧者。耶稣用比喻讲，羊认捌家己牧者诶声，伊就缀家己诶牧者行因无明白。即摆到尾耶稣佮讲一个时阵，煞讲伊讲我是好诶牧者，到底是耶稣是门，还是牧者？因为伫耶稣诶讲法里面内面有讲到迄个过门诶，甲牧者开门诶，所以耶稣即摆佮讲我是门，我是牧者，到底是门还是牧者？就奇怪了呢。我们来看，我们想象那个羊圈油条内面一定有一个门嘛，像这个门一个门。耶稣一个讲伊是门，一个讲伊是羊的牧者，到底伊是羊的牧者，还是伊是油条的门？因为这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是同时出现伫这个比喻内面的好，咱来看好不容易我伫网络顶面我伫网络顶面找到这个图这个相片，加载在中东地区的牧羊人把他们的传统有传落来，这就是油条的形，用石头做好的一个油条你有看迄个门，迄一空，迄个一空遐就是门所以可能是朽坏掉了不过来看另外这个图同款是用迄石头铺起来一个油条你看门遐无？门其实它没有门它只是木头框起来而已。上这里来看看真少牧羊人坐在那里所以耶稣咧讲的真正咱听无啦不过伫迄个时代的人听有，因为门就是牧羊人牧者就是坐伫门遐，伊正做顾羊的人，伊嘛是顾门的人所以在这里顾门的嘛是牧者，牧者是牧者，门嘛是牧者是同一个人那当然不会只有一个牧羊人无同款的牧羊人会把羊拢放伫这个羊条所以伫遮没有错，耶稣是门，耶稣嘛是好的牧者所以耶稣嘛坐伫迄个牧者嘛坐伫迄个羊条的门口伫遐咧保护顾门，无互青云人入来若其他的人伊要为边仔搬过来，翻过墙搬过来，迄拢是贼，迄拢是强盗耶稣用这款的比喻要互伊的听众知影，即摆是啥物情形现在是什么情况？伊讲耶稣伊就是牧者那耶稣是门，是牧羊人，安尼上是迄个贼甲强盗。耶稣没有明讲谁是迄个贼谁是强盗？耶稣无讲。不过咱若为头前迄个事件讲过来咱知影耶稣咧讲的是遮的错误的导师可能是法利赛人也是遮经法师会要教上帝的话煞教歪去错误的教导的这些人，对遮羊是无好处的是伊讲遮的人是来的是偷抬灭无就是耶稣意思是讲遮的人所做的一切是对羊无好处的不过伊讲我是好的牧者，11节，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为着羊放杀性命所以伊这个好的牧者不只是饲照顾保护这羊到一个坎站，到一个地步，这个好的牧者是为伊的羊放杀性命的好，当然啦，12节以下他有更多的论述，咱今日要停伫遮
就是讲耶稣要表现讲，伊这个木架甲伊的羊是有这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吼。好到一个地步，伊会甘愿为伊的羊放杀伊的性命吼。木架甲羊，好牧人甲伊的羊是要安怎建立这款的亲密的关系？也是讲咱这种换转来真实的现况，就是耶稣甲伊的信徒是安怎有这款水的关系？其实耶稣伊咧讲道的时阵，伊咧传扬伊的道理的时阵，伊拢常常爱强调讲，恁爱听啊，有耳当听的就应该听，爱听伊所讲的道理，爱听伊所讲的命令。毋过耶稣嘛常常提醒，来听，大家安那去行。事实上伫咱的语言的用法，伫讲有听话无？你有听话无？爸爸妈妈咧甲囡仔讲，恁得爱听话，你们要听话哦。其实迄个听话有听有死的赞助，安尼左耳进右耳出，安尼有算听无？有啊，有听。毋过耶稣毋是咧讲即款的听。第二款的赞助，左耳进没有出，哇，听到啊，听到，毋过无明白。听到无明白，嘛毋是耶稣的意思。第三个赞助，左耳进没有出，而且佫明白啊，就是听佫听有伊的意思。耶稣意思敢是这？耶稣讲的听敢是这？毋是，耶稣讲的听是第四个赞助。第四个层次是左耳进没有出，而且明白了，而且佫安那去行出来。迄才是真实的听。就是说，若有遵守耶稣基督命令的人，确实甲耶稣基督有好的关系的人，同款伫这羊啊，若是有听到牧者的声，遵趁牧者的命令，这羊是甲牧者的关系亲密，甲牧者好的。所以伫这伊个这清楚这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这羊啊是了解，是认捌这个牧者牧羊人的。各位兄弟，咱真做基督徒，咱讲咱是基督徒，咱讲跟对耶稣基督脚步，咱到底有了解耶稣基督无？咱有认捌耶稣基督无？咱有知影耶稣基督伊的想法、伊的做法无？耶稣基督伊为着人。伊讲：我为我的羊啊，放杀性命。咱用神学的概念来讲，耶稣基督担当咱的罪过，担罪担当咱的罪过。这是耶稣基督的作为。咱呢？咱是毋是愿意嘛担当罪过？担当啥个罪？担当耶稣的罪嘛？毋是，咱信徒、咱基督徒的彼此是毋是愿意来行耶稣基督的款式？咱嘛愿意担当咱四周围、咱边仔的人、咱所听人的罪过。担罪是一个很潘霍华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伊的伦理学里面介重要的一个观念。担当别人的罪，什么意思？因为别人的缘故，我放弃我家己的权利，甚至，我可能爱做一寡代志是看起来是有罪毋过我是因为伊。潘霍华伊一个介有名的有趣的一个介趣味，讲趣味。伤过叮当，莫用趣味。一个介好的比喻就是伊说谎，伊讲白贼话。迄若伫康德国的哲学家康德的理论，是一定完全的诚实，完全的诚实，对上帝有信心的人，遵从上帝的人，信服上帝的人是完全的诚实。
个潘华华伊伫同一个例子在讲诚实的时候，也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那个比喻是说，若有一个人受到人的追杀，无辜人受到人的追杀，走到你遮，求你甲救起来，求你甲拯救，求你伊拢藏起一个柜子内面秘起来。即摆来迄个亚得人入来问你讲，你有看到一个人走来遮无？康德的意思是讲，你爱先你讲有，你必须诚实，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你要诚实，我不爱讨论康德家，我要来讨论潘华华。潘华讲啥？若是伊会讲无，伊会为着要保护这个人，伊讲无，讲无刚是不是就是说谎嘛？对呀，就是说谎啊，可以说谎吗？所以这是一个 white lie 白色的谎言，但是讲善意的谎言，上意的谎言会使袂？咱会当讲，可不可以说善意的谎言？潘华华的概念是讲，我会说这个谎言，我要讲这个白贼来保护这个受追杀的人，这个无辜的人受追杀，我会用白贼话来保护伊。不过伊唔是认为讲这个叫做善意的谎言，所以伊是 OK， 伊是无罪，唔是。伊是讲我为着要保护这个人，我甘愿成做一个讲白贼的人，这个叫担罪。我要成做一个无清白的人，我要成做一个有污点的人，因为我讲白贼就是唔对。我承认我讲白贼就是唔对，不过我即马是为着要保护这个人。咁样咱有抓到迄个潘华华的概念无？伊毋是认为讲白贼是对，他不认为善意的谎言就是好的，没有，伊无认为这是对，伊认为善意的谎言仍然是谎言，认为要个是犯罪，不过伊是为着要担罪，为了这个要救这个人，他要成为一个罪人，伊在跟对耶稣基督迄款的卡步的款式，所以潘华伊的结论是。伫这款的情形，因为人有限，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为着要救这个人，我选择讲白贼。不过我无认为我是无罪，我是一个讲白贼的罪人，所以我将我的决定，甲我家己要放伫上帝的救赎里面，放在上帝的救赎里面。我成为一个罪人，可是我把自己，我甲家己放伫上帝的救赎里面，求上帝爱赦免。接纳我，这是担罪的概念，就是讲耶稣讲，我真最好的牧者，我为了我的羊放杀性命。各位兄弟，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爱弟兄姐妹的心？我唔敢讲，咱为咱的兄弟姐妹放杀咱的性命。我意思是讲，我们会不会愿意有这款担罪的概念？伊讲。耶稣甲羊的关系是遐尼亲密的，咱若要甲耶稣遐尼亲密，咱得爱遵守耶稣的命令，亲像羊遵探牧者的命令共款。各位兄弟，耶稣基督就互咱一条新的命令，就是爱三听。耶稣基督甲律法甲先知总拳头。甲归纳起来，真做听上帝，听厝边，这拢是耶稣基督所互咱的命令，咱是毋是愿意安尼去实践？耶稣上尾伊有讲到一个概念，伊有讲到我另外后面后面毋是今日的经文伊讲我另外有羊，毋是这个羊条内面的我要去甲因找来，甲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我还有羊，毋是属伫即个条的，我的确着带因来，因嘛要听我的声，我相信
迄个时代，就算讲是彼得嘛，听无伊咧讲啥。啊，毋过咱即马是后面诶人对遐看，咱会看会出来耶稣咧讲啥。耶稣迄阵是咧甲犹太人讲，吼，我是恁诶牧者。啊，毋过我另外佫有羊吼，无属伫即个羊调诶吼，我嘛要甲因带来，咱要合做一个吼，啊，归入一个牧者。我相信伊讲诶是外邦人，就是咱吼，咱遮毋是犹太人诶人吼，是外邦人吼。所以耶稣伊讲了吼，讲即段讲了，因就佫开始冤家啊吼。到第19节，吼，不是今天的经文吼，我们今天停在11节。因为遮诶话犹太人中间佫有分崩。啊，其中侪人讲，伊犯着鬼啦，即个吼犯着鬼啦，叫鬼附身啦，吼，啊，得发戆啊，吼，啊嘛，咱咪使听伊的啦，咱莫听伊的啦，吼，啊，毋过有人讲，啊，这毋是犯着鬼的人的话啦，鬼敢会开前面人的目睭吗？吼，仍然回去前面那个叙事吼，就是耶稣互迄个新来的前面的人好起来吼。整个段会停在这里哈，这里上尾我要甲各位兄弟来想一个概念，好，耶稣讲伊是好的牧者，伊为着伊的羊放杀性命，好，耶稣伊即个牧者甲伊的羊有水亲密的关系，即摆耶稣无伫咧啊，耶稣不在了哈，啊，即摆牧者是啥物人？牧羊人是谁？谁是牧羊人？伊讲牧师啊。哦，牧师是牧者啊，牧师是不是亲像耶稣这个牧者？牧师正做牧者，甲耶稣正做牧者有共款无？那个差很多吧？啊，毋过事实上，伫约翰福音第21章上尾，其实耶稣确实甲迄个牧者的角色托付互彼得，伫遐21章15节到17节，耶稣死过活了后，伫海边为着伊的学生被办早餐的时阵，特别问彼得：“你有听我无？”3届吩咐彼得讲：“你爱你饲我的羊，你要照顾我的羊，你要饲我的羊啊！”从这样子的托付，这款的交代，咱会当知影耶稣甲伊正做牧者的身份角色，伊托付彼得，所以成为牧师有牧羊人的身份，是有他的根据的有伊的根据的。啊，毋过我遮欢喜做一个提醒，对所有的牧师。包括我家己做一个提醒，牧师敢真正是牧者，亲像耶稣是牧者共款。有足久之前，我甲一顶咱顶咧会牧师这少年的牧师在开讲这个问题阮中间有人提出一个看法，我感觉真正重要的提醒。迄个牧师讲啊，咱牧师毋是牧者啦，我们不是牧羊人呐。我们比较像什么牧羊犬呐？我听了这个讲法，我心头一震，灯亮起来。我同意虽然咱牧师互看做是牧者、牧羊人可是其实咱做的代志，较像是牧羊犬。你看，迄个牧羊犬，迄只狗啊，伊甲羊群做伙，伊嘛是会去担任迄个照顾、保护、养饲带领的这个任务。啊，毋过这只狗是听什么人话？是听迄个大牧者、牧羊人的命令，就是狗仔甲羊同款听牧羊人的命令。啊，毋过狗仔是牧羊人最好的助手，伊嘛要负责保护羊群、带领羊群，养饲羊群、照顾羊群。我认为从牧羊犬的这个身份角色来看，牧者是一个最好的提醒。为什么？尤其是这个时代，
即摆已经有侪牧师家己当作是太上皇驾驶伊的会友爱服从、爱顺从伊的命令。迄句话叫啥？顺服就会蒙福。顺服谁？圣经讲顺探上帝的心命。圣经讲的顺探是爱顺探耶稣基督。即摆说换做顺探啥物？顺探牧师。其实若顺探牧师嘛袂歹啦。毋是，牧师嘛是人，牧师会有错误。牧师不只是错误，牧师连看圣经嘛会错误。牧师会伫无共款这几款的情形犯下错误。牧师不止犯下错误，有些牧师还不认为自己错，不承认错误。所以牧师是人啦，有他的极限，有他的限制。所以咱若太轻易直接把牧师当作是那个牧者，崇拜牧者，完全顺服牧者，会出问题的啦，一定会出问题啊。好，咱来看其实天主教，天主教有教宗，那是一个非常集权的架构。教宗、红衣主教、枢机主教，各地的主教，然后神父、教士，这样子集权下来。教宗甚至伫教会历史有教宗无误论这款的讲法，这就是教宗教皇讲的话，就是对的啦，绝对无唔对。建立他专制独裁的地位跟权柄的权柄。不过反二了后，就是讲经过宗教改革冲击过后的天主教，因有介侪修正。你看，虽然这个集权的架构无改变，不过天主教内面有侪无共款的会差会，什么耶稣会、耶稣会明道会、道明会，什么圣法兰西斯，这无共款的会，其实就造就伊多元的状况，拢遵守教宗，不过会当有无共款的看法。尤其天主教内面有侪这优秀的神学家，虽然拢顺探教宗，不过会吐槽教宗。像之前德国神学家 Hans Küng， 就是一个最高怪的神学家，都差点都被除名哦，一定吐槽教宗定介济神学的理念，甲教宗反对无共款，就是讲这是天主教的文化表面上架构是集权，不过介济无共款的声理啊。不过咱新教无教宗，不过新教的煞各地的教会，大家无数煞变成教宗，袂啦。照例来讲，咱长老会袂，长老会因为长老会是团队的领导，咱小会内面就是牧师甲长老一个团队的领导，牧师并无比长老较大。虽然牧师伫小会内面是小会议长，不过伫这个小会的团体内面，其他的长老是会当决定牧师是毋是会使继续伫遮服侍任期。所以这是一个这健康的设计。我好多讲，即卖的台湾教会已经有一个风潮，把牧师的地位放上悬。尤其咱即卖拢在流行什么幸福小组啊，什么这款的拢把牧师看出悬。近年咱侪长老教会嘛在幸福小组流眼泪好来就是讲，当这款的时代，下带迄个提示是重要的。提示讲牧师，你是牧羊人无毋对，你是牧者。不过常常爱提示家己，牧师其实你更像牧羊犬。或许你会问，你问讲耶稣迄个时代，中东巴勒斯坦的牧者因敢有狗敢有牧羊犬？
这个我不确定可是，咱知影牧羊犬的功用是什么？咱知影迄只狗啊，伊的功能是什么？看起来，贵下这，我真的还比较认为，牧师比较像牧羊犬。咱甲咱的会友，牧师，咱甲咱的会友，拢爱做伙顺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毋是牧师家己要甲羊群带去伊的所在，伊家己要去的所在，毋是。你只是牧羊犬，你也要听牧羊人的话。你是狗啊，你嘛爱听牧者的声，甲羊仔同款。牧羊犬甲羊仔拢爱听牧者的声。看下这，耶稣基督有给我们命令。今天的牧师，今日的牧师，无论你家己当作你是牧者还是牧羊犬，耶稣基督已经给咱有清楚的命令。咱甲咱的会友，牧师甲所有的会友，拢同款爱顺探耶稣基督的命令。不要牧师们不要再把自己的地位看得过高，唔通看伤悬。各位牧师，包括陈思豪牧师家己。今日的经文真正是做好的比喻。的确，牧师咱的身份有牧者的身份，不过不要忘了，我们也不过是一条狗。但当心来祈祷，这些个杯，阮欢喜跟对耶稣基督脚步，阮欢喜献上阮家己。加做你的路用，伫耶稣的比喻内面，牧者甲羊的关系是阮所欣赏的，是阮所欢喜的，是阮所看最水的。因为阮听你的声，听耶稣基督的声，阮认着耶稣基督的命令，阮知影认捌耶稣基督的教示，阮嘛要甲行出来。阿爸爸，互阮真做好的羊。真做好的牧羊犬，真做真实跟对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阮虽然未堪进，常常跋倒软正，常常做袂到，毋过求你欢喜接纳，当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We
各位下这平安有几项代志来报告吼。第一件由愿是请咱兄弟姊妹拜托的，把恁的相片吼拍上来吼，上传吼。看你要是寄互我，寄互英语，也是伫你的赖群组，拢无要紧吼。吼赖群组啊，拜托有人来收集吼。咱要把你的相片放伫咱每一届礼拜后面有一个古亭会友报平安吼，古亭会友报平安的一个小小花絮吼。咱已经足久无见面啊吼，咱安尼一个多月啊吼，咱会当看到咱的相片是一件足水的代志吼。拜托诶，咱将我们的近照吼，你要全家福还是你家己的相片拢无要紧，无一定来看这礼拜的相片，不一定吼。还是你有短影片，拜托莫超过10秒吼，5-6秒的小短片。你就上传，好，咱会剪辑在咱的录影啊，咱录影的上尾啊，吼。第一件啊，第二件，可能这咱来做一个准备，同款甲相片有关系。啊，不过吼，5月10号，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咱有缘无法度实体的聚会，啊，不过吼，庆祝母亲节，拜托诶，我们拍一个特别的相片，也是一段特别的影片。好，咱将要甲妈妈讲的话，也是要送给妈妈一件物件礼物，也是要为妈妈做一件代志，咱甲翕起来。好，我们用相片来表达，好，影片来表达，咱要对妈妈的心意，好，来庆祝母亲节。拜托的，你来这个礼拜一定要寄来。好，你若礼拜四暗时之前无寄来，就未好伫5月10号的迄个主日礼拜的录影内面放出来啊。这个平常的照片你寄上慢啊，下一次出来也无妨啊。这个是为着要庆祝母亲节吼，拜托你甲庆祝母亲节有关系的相片还是影片，一定要伫这礼拜的拜四之前。星期四中午之前，拜托你就上传，安尼，互咱的幼龄弟兄会当有较侪时间做剪辑拜托诶，好不好？来，另外一件咱其实还未确定什么时阵咱中执会会来决定什么时阵要恢复咱的礼拜那我们就大家就准备好心咱进前的决议是，咱这礼拜的奉献都先不动，没有要紧。等咱正常礼拜以后，我们再恢复我们的奉献。大家就做好心情的准备。我相信现在疫情较缓和了我们看看什么时候就可以，咱教会会通知大家拢伫这款时阵游玩好好照顾家己还是要做好勤洗手、戴口罩咱会当较早来见面，不只是空中相会真的很笑脸，这笑脸正向你之位。最后一件就是你若有任何问题，包括你听道理，还是对信用有侪问题，拢无要紧，你会当写伫咱YouTube 下面的回应你来写起我看到我的回应，我会伫下一次的礼拜录影我会做回答所以唔免客气，你若有任何问题，拢欢迎你甲写起来也是讲你感觉我讲的无道理你写我会当更较侪的解说好，感谢。
恁满满承受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是恁的牧者，恁甲伊有水的关系，恁认捌伊的声，伫这个世上遵坦伊的命令，好打活出上帝国百姓应该有的款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充满安慰，要甲恁众人伫地尤其，要甲身体欠安、心无平安的兄弟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过来。阿门。